中巴士60週年足總杯第一圈嘅賽事喺青衣運動場上演，理文對九龍城啊，黃衫黑褲就係理文啦，紅衫黑褲就係九龍城啦。咁雙方咧都係2連勝嘅姿態咧進入呢個第一圈嘅比賽㗎。率先發動攻勢咧就係理文啦，上半場踢咗25分鐘啦，艾華頓中個傳中，龍子軒解為撞微，之後艾華頓立得翻個波，扣翻右腳，將個波送到入網。呢刻咧入球係成立咗㗎。首先艾華頓啦喺邊線冇過咗迪高㗎啦，做個傳中咧，龍子軒向住龍門解圍，最後嘅中楣。呢個巴科爾咧有下碰撞㗎，咁但係艾華頓就送咗個波入網，做晒慶祝㗎啦，攬先，諗住掂啦，領先1-0，好好踢啦。球證話要睇睇 VAR 喎。有啲咩要睇呢？原來入波嘅艾華頓呢就處於越位位置，但係越位之前呢，巴科爾俾迪高踢中咗塊面。咁球證喺呢個 VAR 復檢之後呢，就發覺，咦真係喎，踢中晒喎，咁就入波不成立，判個12碼俾利文啦。12碼由米基爾去處理㗎，佢就射開自己嘅左手邊比較多嘅，今次就轉射翻自己嘅右手邊。上半場31分鐘咧就幫理文先開紀錄啦，憑住一個12碼。喺12碼之前呢，其實狀況都幾膠着嘅，因為九龍城就踢過3中堅5後衞嘅陣式啦。咁但係入波打破咗僵局之後呢，理文就越踢越順啦。巴拉克湯比巴科爾入咗禁區一抽肥丸一擋之後呢，個波向住底線飛嘅，好彩最後都係角球啫。巴科爾今場波咧就多咗過頭波俾佢去放啦，佢嘅表現都生咗啲㗎啦已經。但係可惜啦，今日同入波都係冇乜緣分啊！巴科爾之後角球，巴拉克處理，基高里線到去後柱，又係佢啦，杜素洛夫呢個大都侍衛啊，加盟球隊嘅第3個入波。呢個球就首先源自於巴拉克嘅處理啦，一個好好嘅角球戰術啦。基高里向後柱線，九龍城跟亦都跟得唔係好足啦，咁所以杜素洛夫都幾輕鬆。咁但係上半場尾段呢，理文有個壞消息啦。你下基高利要落腳啦，攔截係過勇㗎。球證一開始咧都係向佢出示黃牌嘅啫。咁但係之後咧就 VAR 咧又叫球證去電視機度睇啲嘢喎，睇啲咩咧？原來杜素洛夫呢下就係基高利啦，落腳嗰下咧鞋底係中正晒嚴啟卓嘅左腳腳勁。所以球證咧就取消黃牌，出示紅牌，亦都合理啦。所以基高利就冇過多嘅投訴。咁但係對理文而言呢，就係壞消息啦，因為之後嗰場聯賽對大埔咧，基高利係一定要停賽嘅。上半場咧就理文領先住2-0啦，諗住下半場九龍城踢多一個攻勢會勇啲啦啩？九龍城話係㗎，勇咗呢一下俾你㗎。雷仙奴頂到埋嚟，卡朗做個埋門咧就威脅唔到梁興傑啊。咁但係呢個攻勢咧都可以話係接近最有威脅㗎啦呢一段。雷仙奴 set 翻埋嚟啦，理文解唔晒圍，卡朗埋去勇㗎啦。咁但係過唔到09梁興傑。咁之後就理文話：你唔嚟啊，我嚟咯喎！艾華頓、米基爾同巴科爾嚟個3打3，艾華頓揾到米基爾，米基爾控定揾翻艾華頓，一抽埋去撻咗 Q 嘅，但係原來撻咗 Q 仲好。70分鐘幫理文領先到3-0，可以話鎖定咗個勝局㗎啦。打多一人嘅九龍城咧做唔到更加多嘅攻勢，反而理文嘅反擊就更有威脅。艾華頓就幫球隊埋齋，領先到3-0。就同翻佢嘅阿米高慶祝下先啦。之後立翻零啊上到嚟啦，米基爾2個人嘅啫，喺邊線咧就過咗九龍城4個嘅球員，再腳面彈到埋嚟，艾華頓再抽一腳咧就唔可以增添去到4-0啦，就射高咗個波。之後九龍城尾段就打多少少高波啦，45度角扯到埋去，雷仙奴揾到個 second 波㗎啦，一個打影腳抽到埋去咧，中咗龍門後邊嘅廣告板嘅啫。首先就余佩扯到埋去啦，杜素洛夫頂贏㗎啦。second波咧就雷仙奴揾波快，但的而且確今日腳風真係唔係咁順。之後龍號邊線出到埋嚟就太咗 Q 撞微，李俊廷補射太 Q 啊中網側，注定今日同入波都係無緣㗎啦。九龍城最終理文就以一個3連勝咧就結束2025年，佢哋成功3-0贏波，晉級之後咧就將會對住標準流浪嘅。